呢9場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旅程，亦都係再次好感恩有呢一個機會，有呢一個舞台，可以俾我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一啲心得，我自己對於人生嘅一啲睇法，亦都好感恩呢一個舞台，呢9日陪伴咗我咁耐，我亦都好感恩所有嘅人，你哋無論係第一次過嚟睇又好，定係睇咗幾多晚都好，都衷心多謝你哋每一位，因為有你哋我先至有呢個機會可以做到。今日係錄影場。哇！正如我琴日所講，若干年後，如果我唔喺呢一行嘅話，睇翻 DVD， 你哋每一位都會喺個 DVD 度。哇！哇，今日係幾緊張。前幾日講真都冇咁緊張，真係到咗最後喺度。前幾日都緊張嘅，但係今日特別緊張，因為始終係最後一場。我哋佈置咗咁耐嘅設計啊、舞台啊、音樂，今日都係最後一次做喺呢個舞台上面，所以特別珍惜喺台上面每一分每一秒。咁嚟緊呢一首歌，亦都係我第一次參與作曲啦，係咯。咁亦都係我呢半年對自己嘅一啲心聲，亦都希望你哋每一個人透過呢一首歌揾到你哋同自己和解嘅一個方法。Thank you。